希伯來書第12章，主的管教。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着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全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。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。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，你們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們與罪惡相爭，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。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，說：我兒，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，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。你們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們，待你們如同待兒子。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。你們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兒子了。再者，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，我們尚且敬重他，何況萬靈的父，我們豈不更當信服他得生嗎？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，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，是要我們得益處，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。凡管教的事，當時不覺得快樂，反覺得愁苦，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義。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、發酸的腿挺起來，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腳，反得全。警告棄絕神恩典的人，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，並要追求聖潔。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又要謹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來要亂你們，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。恐怕有淫亂的，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，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買了，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棄絕。雖然好哭切求，卻得不着門路，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。這是你們知道的。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雲、黑暗、暴風、角聲與說話的聲音。那些聽見這聲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，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。越靠近這山的，即便是走獸，也要用石頭打死。所見的極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說：我甚是恐懼戰驚。你們乃是來到陽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裏有千萬的天使，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，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，並新約的中保耶穌，以及所灑的血。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。你們總要謹慎，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，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，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？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，但如今他應許說：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，還要震動天。這再一次的話，是指明被震動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。所以我們記得了不能震動的國，就當感恩，照神所喜悅的，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，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。靈修主題：堅持信心的賽跑與神的管教。經文重點：希伯來書第12章。堅持信心的賽跑。這段經文鼓勵我們要脫去一切重擔和纏累我們的罪，專心奔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。我們要仰望耶穌，是信心的創始成終者。這提醒我們，信仰的旅程是一場賽跑，需要毅力和專注。耶穌的榜樣。耶穌在世上的忍耐和信服是我們的榜樣。為了喜樂的緣故，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，
這使我們在面對挑戰和困難時能夠不斷得住力量。神的管教，這部分提到神對兒女的管教是出於愛。神的管教雖然當時看似痛苦，但卻是為了讓我們得住益處，使我們可以在聖潔中成長。這提醒我們在困難和試煉中，應該以正面的態度去理解神的旨意，追求和平與聖潔。我們要追求與人和神的和平，並追求聖潔，因為沒有聖潔就無法見主。這促使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反省自己的行為，努力活出與信仰相符的生命。不可搖動的國度，這段經文對比了舊約的山與新約的國度，說明我們所領受的是一個不可搖動的國度。我們應該以感恩的心來敬拜神，並在的恩典中生活。禱告，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予我們堅持信心的力量，並在困難中引導我們。求你幫助我們明白你的管教，並在每一次的挑戰中仰望耶穌，持守信心，行動，在生活中尋找一個需要堅持的地方，無論是工作、學業或人際關係，並決定以信心去面對挑戰，尋求神的引導。願希伯來書第12章激勵我們在信仰的賽跑中不斷向前，並在神的管教中成長，活出聖潔與和平的生命。